前的孩子的福慧是父母给的，他跟着父母来到人世间。18岁以后的福慧，孩子们自己要去争取。所以什么叫做家养？做多少就给自己加多少吧，做多少就给自己加多少。当你不加油的话，这就没办法跑。有没有这句话？再好的车不加油的不能跑啊，不能跑。你命再好，自己不给自己再加好的福慧，命运会不会很好啊？也不见得会很好。我们为什么这一路上都一路顺风？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在修放到这条路上，我们说能够一路顺风？因为你默默中都在做很多人间的善事，你默默当中，只是没有人告诉你，你也不在意。但是我们去做的老天都给我们加分的事情，我们都默默当中在做一些人间真正的善事。有没有发现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比比万丈，自己还要很发心愿，那才是对的，好不好？来看第3个选择啊，为什么我要你们看到看看选择好不好？来看看这个话题哈。如果我是一位翻译者，我会放弃享乐的时光，我选择走入佛堂学道的行列。你要问我为什么？请看看那些幼小稻苗铺为幼小稻苗铺的情形，那就是我的什么啊？为什么要走入佛堂？如果我是一位候选，我会放弃。第2个，如果我是一位候选，我会放弃对人的什么成见，我选择投入改毛病、替脾气的修道什么废物。你问我为什么？看看那些等待关怀的有缘人。那就是我的什么啊？等一下啊，我说话再换，那就是刚才或许所说的众生因你什么得救。你问1、2个人的成见，大概你的前途，你说你值不值得？有一句话叫冤亲债主，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所有的冤都是你最亲近的人，所有的坏都是在你旁边的人，所以才会叫冤亲债主。为什么不叫冤亲债主？冤亲最亲近的人，周边最亲近的人，往往都是你占了你最多的人。那也是你自己修的不好啦，心境过不去，往往1、2件事情卡死自己，有没有这样子？就是你们2个人芝麻小事，就这一点点事情闹得不开心，忘记了还有好多的人在等待我们，就你们2个人。一些小事搞得乌烟瘴气，结果背负了好多无名的业障，自己都搞不清楚。所以越会考你的人，都不是有毛的人，是谁的人啊？亲近的人。所以冤亲这个亲情记好，债主都在你旁边的人。所以看好他，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人冤亲债主，我们每个人成为彼此中的贵人。大家说好不好？好不好？为你旁边的人击个掌，我是你的贵人哦，你是我的贵人哦，击个掌哦，击个掌哦，不是拍手啊，击个掌哦，贵人。趁现在有一些心结没打开的，拍着手，赶快化解哦，赶快化解啊，赶快化解掉哦啊！各位在座，会考你的人都是身边的人，这点你认不认同？认不认同？让你身边的人都是你身边的人，你认不认同？让你不喜欢的也是你身边的人，让你更讨厌的也是身边的人，让你不满的也是身边的人。所以这句话中国字的亲冤亲都变成太主。我们要这样讲，我们没有冤亲债主，我们身边每个人都是我们什么人啊？贵人。所以今天为这个加入什么？投入什么队伍啊？修道的队伍。再往下，再往下。如果我是一位讲师，记得哦，我们会有所有的大气。讲师啊，真的是没有。有一句比较粗俗的话，真的不够带勇气啊，带勇气。我选择力行什么？开胸，精进什么？讲道。你问我为什么？请回头看看那些提醒我成长的什么眼神。前天能帮你们提到7、8道讲师谈不容易啊，不容易。他希望你当了讲师之后，只会连上台都不敢吗？他看到你当7、8讲师之后，连开刀都不开刀吗？当你把讲师干什么吗？
心的眼神，那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要精进讲到的什么我们在那个不修行菩萨的序文看第11篇，有没有叫做什么？我们要有一个叫做什么？使命承担，是拿什么？不惧，对使命不惧，我们不拒绝，对任务什么不害怕，不惧是拒绝的拒，另外一个句是什么？害怕的惧，所以我们不害怕。好，那接下来好不好？如果我是一位什么盘主，我不是盘主，我会放下什么偏见，看开什么所谓，我选择下什么把握进行什么办道。盘主要不要办道啊？要不要办道？何况你现在还要开道你开道还要给人家什么办道？你问我为什么？你看那些无依无靠、有受轮回的什么灵魂，众生没有我们没有开设坛，没有办法办道，众生就没有办法上法船。所以你要把这句话看好，那些有受轮回的什么灵魂，那就是我的什么答案。所以盘主们要不要办道？办道是救谁啊？度化众生，让那些无辜受苦、没有依靠的轮回的灵魂，因我们办道，他们会得救。大家功德无量。再往下走一下。如果我是一位白羊天使，我们是天使我很多人的身份都是重叠的，我会抛开一切言语的眼光，我选择行动，作为一生的什么宗旨？你问我为什么？看看生我、养我、育我的什么双亲。有时候办道，各位在这学你看或学一下，父母亲真的不晓得我们做什么你自己我有钱有没有这句话了？你们在行怎么了？好多的孩子不见得认同父母亲我们的孩子很多道士的孩子不见得认同父母亲，爸妈到底在忙什么了？有没有？所以为什么要让我们的孩子加入青少年界？为了让孩子加入高中班？为什么要加入道场的活动？给孩子们知道爸爸妈妈做什么。为什么后学医生认为一个家庭像我们道场都有很多弥勒日，把爸爸妈妈带出来？为什么带出来？父母生我们，养育我们长大之后，他要的我们是希望，当然在世界上有点成就，对不对？但是我们却选择了办道这个行业。我们要把办道行业的功德要做回向，因为有一种父母，他让我们行道在人间。你要不要回馈父母要回馈父母，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投入办道的关键，那就是我的什么答案。好，接下来修办路是一篇做不完的选择题，向前向后向左或向右。如果你已经迷失方向，你迷失的方向，瞧瞧心灵中自己的什么真善？什么叫做真？什么叫善？什么叫美？这个另外的答案自己选择，这就是你的什么答案。好了，再接下来要不要？这就是我后续要说的，大家看一看。所以今天你要感谢前贤，没有前贤引导，我们回不了今天办道这条路上。来给你看个影片好不好？回家的路来看一下回家的路来你当做这就是前贤这就是前贤，这就是开车的你。好，就停在这里就好了。他是怕我们忘记回家的什么
回，不是，好，不用，我再做好了，OK。他是怕我们忘了什么路啊，回家的路。你一直开车的呢，天天还开脚踏车呢，骑脚踏车不开脚踏车，怕在心里耶，对不对？你看你们来到台湾机场接要去接你们，你们来这么多趟坐高铁要为什么接你们？因为他的爱。为什么你们都听你还要设单，怕你们忘记责任？父母亲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再大还会念我们讲话没？请佛修没？吃饱了没有？穿暖了没有？有没有这样子？前就是永远在做我们引导我们回家的人嘛。为什么前人到现在只要有开法会，老人家一有事还会再来叮咛我们几句话，怕我们忘记自己。你再好都要记得要有人引导你。你的佛堂再多，你即使立场再好，你不能够忘记帮你开道的前贤。没有前贤，我们走不上这条路。等到我们的道路越好，不要忘记前人曾经为我们开的这条路。所以今天你们坐在这地方，真的不是只有来听听课，是感动很重要。感动什么？前贤们的安排，对不对？来，我帮你们借你的手给正常的前贤们拍个手。不容易，真的。好，第二个掌声拍给你的前贤，就是说让你来的前贤，给他拍个手，让你来。所以我们今天在办道中的人，愿力要能够维持得住，要有前贤们不断的灌溉。我们愿力要能够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开道，前贤们要不要去帮你做一臂之力？要不要？当你不断的开道，前贤们要不要去帮助你？要不要？当你把人更多做前贤，要不要去帮你做很多的训练班？要不要？这些为什么你都会来到前贤的方面？因为我们的前贤永远像妈妈爸爸一样，帮我们开了一条路往前走。自己走太辛苦了，前贤们替我们在前面开道，我们比较轻松。即使你已经富有，前贤们已经一样的没有忘记修行的传统原则，他一样骑着脚踏车，但他还是不忘的带着你。即使他没办法带着你，他会在前面引导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愿力需要前贤们还有我们加持。我们的愿力还是需要前贤们给我什么加持？重不重要？重要。来看看最后的影片生死关头我们就来看一个生死关头。关键时刻前贤们在哪里，那才是关键。你自己在哪里，那才是重要日本来的，有一位日本来的这个比我们亡命关头机还好看吗？发生这个情况，关东大地震，那叫做给大家海啸海啸。